大家好，我係 Fely，今日我會喺度同大家分享一本同新年有關嘅故事書，書名係《小年獸出任務》。喺開始之前，邀請你哋先撳個掣 subscribe 咗我嘅 channel 先啦。如果準備好，我哋又一齊睇下呢本故事係講咩嘅咯喎。小年獸出任務。今日係呢隻小年獸第一次落山，對年獸一族嚟講，呢一日非常重要㗎。佢哋一定要完成所有任務先可以返屋企㗎。雖然一切已經準備好，但係小年獸都係好驚、好緊張啊！出發之前，年獸媽媽再三提醒小年獸，落山嘅時候一定要小心三樣嘢，分別係人類、紅色嘅物件同埋鞭炮。唔止咁啊，年獸媽媽又要求小年獸要背低晒成份下山指南。雖然小年獸一切都照做晒，但佢都好疑惑，究竟呢一份指南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佢㗎？一落到山，小年獸就即刻遇到人類啦。對於未見過人類嘅年獸嚟講，人類係好恐怖嘅生物嚟㗎。而且小年獸仲見到佢哋着住嘅紅色衫添，搞到小年獸隻眼睛非常痛，不斷逃走。不過你哋仔細睇，其實人類見到年獸都好驚訝喎，只不過小年獸完全冇留意到。小年獸喺城市嗰度一路跑，遇到各式各樣嘅人類，有人仲會指住佢大嗌添㗎。唔止咁啊，小年獸仲經過一啲村屋嘅時候，聽到鞭炮嘅聲音啊，嚇到佢即刻揞住自己對耳仔，眯埋眼，一味向前衝。終於好唔容易，佢到咗一笪空地，即刻解開佢嘅包袱，抄出佢嘅秘寶出嚟。你哋睇，小年獸竟然着咗一啲人類嘅裝扮，化身成一個好奇怪嘅人類喎。年獸一族相信咁樣就唔會俾人懷疑㗎啦。而家小年獸一定要快啲趕路，去到佢嘅目的地先得啦。小年獸一直行，一直行，終於到佢嘅目的地年宵市場啦。嗰度有超級多人喺度行緊街啊！好彩小年獸嘅裝扮非常完美，冇人發現到佢喎。小年獸一入到年宵市場，即刻見到好多紅色嘅揮春啊！不過好彩佢又戴咗副黑超，而家唔使驚見到紅色嘅嘢啦。小年獸花咗好耐時間喺年宵市場嗰度行逛，雖然嗰度所有嘢對佢嚟講都好陌生，有啲甚至會嚇到佢。不過小年獸依然行得好開心，因為佢揾到一啲閃靈靈嘅金元寶，仲有各式各樣嘅玩具添啊！小年獸繼續行，去到食嘢嘅攤檔咯喎。喺嗰度佢見到有烏魚子、糖果、各式各樣嘅蔬菜，甚至有烤香腸添啊！只不過呢，小年獸就唔太鍾意香腸啦，因為喺佢眼中嗰啲腸仔吊起嘅時候，睇起嚟同鞭炮一樣樣㗎。見到嗰啲好似鞭炮嘅腸仔，小年獸喺度走夾唔唞，慌忙咁樣跑咗入一條小巷嗰度。
喺條巷仔嗰度，佢忍唔住踎低咗，開始喺度喊啦。佢唔明白點解佢有咁完美嘅裝扮，都依然會俾人攞住條鞭炮嚟嚇佢。而家小年獸好想快啲返屋企啊！不過我哋嘅小年獸非常堅強，好快佢就打醒12分精神，知道佢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務啊！不過就喺呢個時候，小年獸一個唔小心，居然俾人發現咗喎！即使小年獸好慌張咁樣逃跑，仍然俾路人捉住咗。估唔到啲路人竟然認得佢係一隻年獸喎！大家都認為佢係一隻造型新潮嘅舞獅啊！你睇，負責舞龍舞獅嘅人捉起咗小年獸，要佢即刻去表演喎。即使小年獸再唔願意，佢都係冇辦法喺呢個大隻佬手上逃走，就只好乖乖地咁去幫手啦。又估唔到小年獸竟然幾擅長扮舞獅喎！你睇下呢隻小年獸喺嗰啲好高嘅梅花樁上邊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，途人見到都紛紛停低喺度讚賞佢啊！小年獸聽到大家嘅讚美都非常高興，佢發現或者人類冇爹哋媽咪所講嘅咁恐怖㗎。終於，當佢離開嘅時候，太陽已經慢慢落山啦。不過小年獸一啲都唔攰，佢好期待，想快啲返到屋企同佢嘅家人分享今日所見到嘅嘢啊！一返到屋企，小年獸就即刻撲向佢嘅父母，而佢嘅父母都好高興咁樣攬住小年獸，仲不斷讚賞佢成功完成任務添啊！原來小年獸咁期待返屋企，係因為今晚係年獸一族團圓嘅日子，大家都會坐低分享住小年獸喺年宵市集嗰度所買返嚟嘅嘢食，同埋一齊去玩佢帶返嚟嘅新玩意。你睇，所有年獸坐喺嗰張台上面食住團年飯，非常開心啊！到咗夜晚，當年獸一家坐喺度賞月嘅時候，小年獸就同佢嘅父母講：爸爸媽媽，下年我仲想落山去幫手買嘢啊！因為我發現山下低唔止多姿多彩，而且嗰度嘅人類仲非常友善添㗎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可以幫助到屋企，我好開心啊！咁今日呢本故事就講完啦。最後我喺度恭祝大家新一年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